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华语跟台语的弟兄姐妹都一起聚集敬拜神。虽然语言我们有优先次序，但是神的话要成为我们最主要的渴慕跟追求。愿上帝恩典甲阮同在，阮无论台语、华语，我拢明白上帝你的话对阮的学习甲启示。愿你圣神亲自伫阮中间，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今仔日要举行中级的改选，咱的教会已经有真长，也是讲真好的传统，就是咱差不多逐年啦吼，咱其中有一年可能会有暂停，逐年拢有举行中级的轮休改选，啊，这也是为着来适应咱长老教会的制度，吼，长老教会的制度，因咱教会的这个制度就是竞选侍奉同工，有点仔亲像早前咱知影讲伫初代教会、初代教会啊，使徒呢，因为犹大离开了，所以他们就用选票选了马提亚来担任补这个12使徒的一个位分，那是有历史的传统，然后，但是那个用选的，其实也包括用祷告、圣灵的启示，以及咱兄弟大家共同的认同啊，所以表示这是一个上帝的心意甲人的心意结做伙，好结做伙啊，这是我们啊这个长老教会的选中级的一个事工。不过感谢上帝，咱的教会呢有进步，也是讲咱的教会有一个升级啦，升级版啊！等下我会小可做一点分享啊，所以我就等下来报告就好哈。那这个经文有台语跟华语啦哈啊，因为等一下要分享，不要两种语文都同时呈现，会比较影响时间。咱看语言就拢知影啊，周报内底嘛有报告哈，报告咱内底的这经文拢有伫内底哈。但是我要讲的是讲，咱台湾伫最近这几冬哈，这10几冬来有一个足特殊的这个演习会，足特别的演习，叫做台湾领袖高峰会。啊，咱想讲哇，这领袖高峰会，敢不是迄个各国的高峰，这个首长、总统来才叫做高峰会哈。啊，其实咱自家合作讲，台湾领袖高峰会是甲教会有关系的高峰会啦。伊每一年年底哈啊，差不多11、2月举行啊，是对这个台湾领袖高峰会是从全球的领袖高峰会这个组织所授权哈啊，伫咱台湾来刷接用影片，就是所有的讲员他的演讲录制的非常的精致，然后在台湾北中南好几个地区，今年大概有5、6个地区用2天的时间，透过这些讲员他所做的演讲，都是在企业界、在政治界、在那个教会界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领袖，他来做演讲啊，然后呢，伫咱的教会这个组织的中间来举办2天，透过影片，大家来分享，大家来学习啊，大家来做伙学习讲要安怎，迄个领导要安怎影响别人，就是讲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力。所以今年的主题叫做每个人都有影响力，have influence 啊，就是讲我对别人有影响力，大家通过我会当得到帮助安尼。啊，这是今年的海报啦哈。那下个礼拜牧师会把这个海报贴在我们的公布栏上面。啊，伊这叫做台湾领袖高峰会哈啊。这个高峰会牧师的介绍是讲，伊这是专门在栽培、在培养咱的这个教会领袖。伊是这个主要名称叫做全球领袖高峰会啦，哈啊是代省是对美国的芝加哥一个柳溪教会。一个 Willow Creek 这间教会，足大型的教会哈，美国一个大型教会，大概是之前统计，现在比较不了解。之前统计是全美国第2大的教会哈，第1大的是在休斯顿哈，休斯顿的教会啊，这个是第2大。
他们举办这个领袖高峰会。咱台湾的领袖高峰会在2009年引进它是用大荧幕来播放，然后大家专注看这个荧幕学习，等于把全世界最有那个，反正就是他的那个影响力很大的这些领袖，他把他请到我们台湾来，但是透过影片大家一起播放、学习、讨论好，那今年因为受到这个 COVID-19 就是咱的新冠疫情的影响大家没有办法实体在芝加哥那边聚集了，但是还是透过咱讲视讯，现在非常的那个进步了所以全球有40万5千位领袖一起，从这一些领袖就是学者啦、领导力的大师啦、职人啦、牧师，或者很丰富的领导力见解，那为大家的领导力提供更好的装备跟勉励那牧师公家是跟今日咱要选中级有关的。那牧师嘛鼓励讲，那假使你时间会使，鼓励你来报名报名。这是咱由台湾是由这个基督教协进会，就是夏中间牧师因所推动的基督教协进会，他1919这个关怀救助协会所举办来办这个活动。在台南，因为今年有疫情的关系，所以有点延到明年初了啦有的年底办，有的年初办。那我们台南是在什么时候呢？台南是在台南圣教会2021年的1月22到23，就礼拜5、礼拜6这2天的9点到下午5点举行那这个会是已经在8月6号到7号在美国跟加拿大用现场直播的方式已经完成了。然后我们把那些影片呢就是这个授权进来台湾，我们直接把它做翻译字幕翻译字幕，然后在台南场是在这个时间要举行。那有很多基督徒呢，特别是他是本身是职场的领袖，比如你总经理啦，你是这个在你的这个公务机关做领导者。去听拢真好的帮赞，伊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有的教会牧师嘛，足爱参加啦。时间好势，因为拜六、拜六上无用的时间所以尽量若无时间的这个影响就去报名你会当用 QR code 把所有的资料拢放伫你的手机内底好，那鼓励咱本会这些领袖中级，大家踊跃参加啦当然，它是有一个期限的，2个月以前报名会比较便宜一点这是因为美国的总部要求这个费用了差不多2000块左右下个礼拜你可以看到周报一些资料当然，有人可能不习惯看影片来学习啦但咱知影讲有台湾真多职业或是很多公司行号都是透过这个来做研习，有些。若去台北参加，毋是现人现场讲是甲他看影片就来交足多钱这是咱现代这个吸收新知、学习一个新的方式鼓励咱若有机会会当报名团体报名应该会比较便宜一点如果你有兴趣，在2个月以前啦因为咱家是写讲这个1月22吧2个月以前就是11月。中旬以前报名都有一个优惠咱若团体你若有意向，甲干事讲做一点登记，我们团体来报可能会更便宜一点好，那这样的学习是因为我们知道重点是在于说，我们每一个领袖、每一个领导者都是要养成、要训练的，不是天生的。当然有那种天才天生的领袖，但通常都是要经过磨练，通过学习，通过操练，才能够成为一个非常合意上帝所合意的领袖。那我们教会的长职就是领袖怎么样合乎上帝的旨意，是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在追求的所以教会长职是教会组织的领袖要有上帝的呼召，如果没有呼召，好像就是挂名那就没意思是因为被呼召了，为委身服侍神，而且呢，更重要的是，他不只是有这个身份受呼召，而且他愿意
虚心来接受养成跟训练，那这样才能够更完备，更得神的喜悦哈。那领受需要培育养成，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在这种现场当中学习。感谢主，其实刚刚牧师有提起到，因为我们长老教会的传统就是要选出长老跟执事，他是有民意基础的，来领导我们教会各样的侍奉。但是因为我们有轮休改选，轮休改选的意思就是说，不必说这一群人一直做到退休，而是有时候让他休息，有时候让他出来服侍，有一种调剂。他休息不是说我都不管事啦，是休息你不在这个位分，你可以做更多的研习、进修、装备，然后再重新被选的时候，你就更有开阔的眼界，更有服侍的能力，然后来建造上帝的教会这样子。但是咱知影讲，中级选举都有限的人数啊，其他的人要安怎？所以咱教会呢，咱的前辈哈，咱这寡领导者就有智慧啦，我们就慢慢开发出第二个轨道系统，就是有长职的身份是当然的服侍者，但是我们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所以讲，咱富强教会是 2.0 就对了哈，甚至到 3.0， 因为咱的教会领袖服侍系统已经不只限于长老跟执事啦，咱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组织，就是牧区、团契、甲小组。牧区、团契跟小组这一些同工呢，团契是被选的，但是牧区跟小组是借由呼召的，就是说被征召出来。不是会友讲投票再来走，他愿意委身，我们就任命他。那这个第二轨道，第一轨道是咱今日要选举，第二轨道就是讲牧区小组伊会当做继续做，袂当咱互伊休困，咱个征召新的一个来服侍。那除了这个以外，这个属于牧养的这个轨道，另外一个轨道就是服侍的轨道。服侍团队，所以咱教会内底有足多团队哈，比如讲咱有这个爱心午餐团队，咱有这个交通指挥的团队，咱有硬体设备的团队，咱还有敬拜赞美团队。哇，这个团队呢，因唔是受选，互选了无选着，煞无咧做，因是继续做，互上帝讲袂中断。所以有长职的系统。跟这两个牧养跟服侍的系统，来互咱的教会伊运作继续顺遂。长老甲执事因为伊受选，我想讲伊的责任是搁加倍就对了，因为迄是带了会友的每一个人的托付。但是呢，这两边的服侍都同样的重要。这是上帝给咱的恩典，咱伫教会内底有一句话讲，这是咱的产业。产业不是讲咱偌侪钱、偌侪土地啦，咱的产业就表示讲，咱的教会有一款的事工，有一款的积分，所以咱嘛有真侪长老、执事常常互邀请去别的教会来分享，因为这是咱透过长老教会的模式所发展出来的这是我们要感恩的地方了那今天呢，我们要选长职，虽然只是一部分，但是牧师要跟大家分享说。上帝所赐福的领袖，他有什么样的特质是被神所喜悦的？这个领袖呢，他有这几种神的祝福的恩典，这个特质。第一个是上帝赐福正直的领导者 ，integrity 就是非常的纯正无私心就对了。足有北人的安尼，这个是正直的领导者。那有2段经文可以做我们的参考诗篇78篇的72节，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他是谁呢？他就是大卫
现代台语讲，大必用纯正的心牧养因，用老练的手引带因。换句话说，我们的长职呢被选不是因为你有高人气，或是你在社会地位很崇高，或是你本身是一个非常有实力，在社经实力很强的人，这些都很好。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人要成做咱的忠职，伊就是有亲像大笔的心就对了。大笔用纯正，心中的纯正，就是没有偏差，无迄款安尼鸡仔长鸟仔大迄种的感觉吼，就是用纯正的心来牧养的是关怀他属下的百姓嘛，然后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不只有安尼真正直的心，而且他是非常微妙，他有很好的 EQ， 有很好的一个技巧，比如说化解争端，比如说排解不同的意见，或是说整合大家的想法这就是巧妙的手来引导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领袖的特质了那这个领袖的特质，在箴言10章9节也这样说：诚实人起居稳妥，欺诈的人终会败露。一个领袖呢，他有诚实的心，有正直的心。他因为诚实，有时候有软弱的时候，有时候有能力不足的时候，但是因为他坦诚来表达，反正得到更多的人的支持那咱讲这阵美国总统正在选举，哇，非常如火如荼。因为美国的总统跟我们不同国家，我们怎么那么关心呢？因为美国总统谁当选对台湾的那个政策就会改变嘛，所以大家都很关心。但在很多讨论当中他们都认为说，这个领袖呢，他必须要诚实。如果他是虚伪的话，一旦被揭发那不得了，他的整个民意就降下来了。因为就是我们不能让一个心中不诚实的人来领导我们，反倒是他承认自己有错误，我有软弱的地方，反正大家会接纳他。那所以长职是一个被大家所推举出来的，他是用正直来领导我们。第二个是上帝赐福给谦卑的领导者 ，humility 就是他不是自高自大，而是在各项事情很谦虚，让人家觉得他没有高傲的心这个是第二个特质了雅各书4章6节说：然而上帝所赐的恩典更为丰富，正如圣经所说，上帝敌对骄傲的人，施恩典给谦卑的人。因为这个是神所特别应许跟恩典的，因为骄傲上帝要敌对他。骄傲的意思有时候是说超越上帝的旨意啦，还是讲乱发言语退上帝，代退上帝伊的指挥，伊的指导超过上帝，上帝都不按你讲，伊按你讲说僭越就对了所以圣经讲上帝敌对骄傲的人，施恩典给谦卑的人。雅各书4章10节同一章里面有这样写说：要在主面前谦卑，他就提升你们。基督徒最宝贵的特质是，他不会耀武扬威啦，也不会好像显露他的锋芒毕露。通常一个更得神恩典祝福的人，他是更谦卑。你看在旧约、新约很多的领袖被神所呼召，通常他是一个很谦卑的人。我们看约瑟，他是家中的老幺我们看摩西，他被神呼召的时候，摩西说：我左口笨舌，我大行都不晓我们更看到在士师记的时候，这位士师基甸也一样，他就是谦卑在主面前。大卫也是家中幼小的，但是神因为对这种谦卑的人，神就把那个不足补给他。他不是用外表的锋芒毕露，或是好像才能显现，而是神在那个部分补足，那个神的力量就超越人各样的才能，而且得到众人的喜爱。那这才是
长子一个最重要的特质就是谦卑的人哈。第三个也很重要，就是上帝赐福给慷慨的领导者哈。慷慨的意思比较不是说好像随便乱花钱呐，慷慨包括包容哈，包括关心，包括扶持哈。箴言11章的25节这样说：慷慨好施更加发达，帮助别人自己受益。一个长子领袖，他关心这些富足社经地位高的人，但是他也照顾教会那些弱小、那些可能微不足道、那些比较没有发言权的人，因为他们都被神所照顾。所以一位好的长子是因为他有慷慨的心，他的心等垮就丢了。这个好的长子，他不会好像去抓一些跟他意见相同的人组成一个小组、一个团队，好像自己组小圈圈，而是因为他也愿意接纳不同意见的人，甚至对立的人，都因为觉得他就是我的一个好的学习的对象。那这个就是一个慷慨的人的意识哈。再来是路加福音的12章48节下半段这样说：上帝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付谁，向谁的要求也大。其实我们说谦虚，其实跟好像利用北等的对，咱讲宰相肚里能撑船，那是一种境界，一种态度。你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历练，因为如果没有经过那种历练，你会觉得会恐慌，因为觉得有人反对你，你就好像如坐针毡一样。如果有人跟你意见不同，好像觉得好像自己很不舒服心情就不好。如果好像你不抓一些跟你一样同样想法的人，你会觉得很孤单。那这是人的一种本性啦。但是你怎么样超越这一些？人家说广纳百川，各样的一种意见都在你心中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针。那这个是一个长子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哈。那有时候3种特质，是因为我们要有能力去抵抗在这个属世的世界、肉体的世界所遇到的挑战。所以第四项我们要想的就是说，这3种特质就保护领袖远离三项的诱惑。那就很出名的经文了哈。出名的经文，他这段话这样说，我们要请华语的弟兄姐妹一起读这段经文好不好？第15节一起来，预备来。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16节，肉体的情欲，第17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因为我们常常在抄写经文或是背经文的时候，都用和合本所以牧师今天用和合本，咱你干嘛讲迄尾句较熟较顺熟了哈。特别是16节有3种情欲，那是人与生俱来的。你不要说我没有，那除非说你的知觉没有，我们本身就会具备这种情欲的需求。什么事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因为这个是属于属世的一种，在人的身上与生俱来的，不是从父来的，是有这个罪恶的世界、属世的世界就具备的。但是这些东西不会处理，往往成为一个人成败的关键。换句话说，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聪明智慧大概差不了多少了。当然，除非特殊的状况，但是大家平均的智商都差不多了。除非那些天才。或是生过病脑筋被损坏的，其实大家都差不多，只是说你的强项不一样。有的人有数理的强项，有的人逻辑的强项，有的人有那个文字
所谓的那个文思这样的强项。但是这些东西都包含在这3种情欲里面，那你怎么样去面对？不是靠你的能力跟智慧，而是因为你被神所呼召，用神的力量来面对，然后有美好的处理。就好像钱这件事情，大家最熟悉了，有钱不是歹代志，你要哪用钱才是代志。你钱要用伫倒位，你也要用钱袂，这是人的一个挑战吼。所以这样的话语，我们这3种情欲，我们要用刚刚我们提到这3种智慧、3种神所赐的一个恩典或是神的特质来面对它。第一个，肉体的情欲就是要用正直来抵挡，因为你本身有正直，所以能够克服这些肉体上的情欲。第二个是眼目的情欲，你用慷慨来做抵挡。换句话说，有些事情你看得见的，或是你看不见的，在骚扰你的时候，因为你有大度的心，你有慷慨的心，你可以去超越这一些。第3个是今生的骄傲，就以谦卑来做抵挡。因为今生的骄傲，通常有时候是金钱的骄傲、名声地位的骄傲，或是在自己体力上的骄傲，会常常成为一个堕落的一个出口。那因为用谦卑就能够抵挡。所以呢，我们从综合这些学习的特质，我们一起勉励说，我们一个领袖的榜样有这几种榜样哈。长职领袖怎么样做这样的榜样？有4样的榜样。第一个是有敬虔的属灵生活。我们有敬虔的属灵生活，这是一个优先的选项。因为你在社会社经的能力很强，但是如果没有属灵生活，好像这些你只能在这个属世的社会成为领袖，但是在教会里面你要优先有属灵的生活。我们看到但以理在6章10节 B 这边写说，但以理在开着的窗子前跪下，照他往常的习惯，每天3次向上帝献上感谢和祷告。换句话说，这位但以理他已经在王的前面已经做到很高的官位了，他还是这样子的心非常的安静，每天3次向上帝祷告跟感谢。他不是因为公务繁忙，他不是因为位居高官，他认为什么事情我自己来就好了，他反而更谦卑，在神面前向神祈求说，主啊，是的，我要怎么做？我要做这样的决策，我要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重大的一个挑战，我怎么样去面对？其实呢，我们刚过世的李登辉总统可能因为他本身他的一个身份有些人对他很尊敬，但有些人对他可能有一点排斥因为他经历了一个党政方面的一个竞争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他在经过这十几年的总统的过程当中，他自己做见证。他说，每一次遇到非常重大、危急存亡的时候，他就是跟他的总统夫人谦卑祷告，因为他觉得那种决策不是要参好落去后败不在意，不是啦，他就是求神引导，然后心中平安的时候，他就做决定。你若看到伊的故事真的是惊涛骇浪，反正不是一关过一关，那过哪关就对了。那不管现在多少人对他还有意见，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因为他的领导，我们台湾顺利从威权的体制进入到民主的体制，我们可以选自己的总统，每一个人1票。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社会虽然现在众声喧哗啦，大家一人讲一嘴，一个人吹一把号，但是有人让你尽所发言，就是民主带来的一种结果那李登辉总统他说，他是平常在安静的时候，他很喜欢读圣经，透过圣经给他美好的教导。他有出过一本书叫做为上帝做见证。如果对这个政治领袖有兴趣的，可以去读这本书。而且他是一个真的是
按照圣经里面是教导来过生活的基督徒。第二个是我们要有一个美好的生活见证，因为这个是最直接、最看得见的哈。提摩太前书3章8节说，教会的执事也必须有好品格，他们必须说话诚实，不贪杯，不贪财。这个黑哪杯公特质哈，或是他的一些基本教养啊，不止这一些啦。我们圣经有很多地方在讲说，做长子的、做领袖的要怎么样怎么样怎样，哇，还讲不了哈。啊，哪边做到中搞，还不要简单啦。但是他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在生活上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觉得你是一个美好的模范就对了。不是讲100分啦，啊，世间无完美的人，但是因为你有谦卑的个性，你有慷慨的个性，你有正直的个性，人家会认识你这个人，知道你是一个值得信赖的领袖。那你在生活、你在家庭、你在工作，都成为被尊敬的人。其实我们有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最怕人家讲这句话。他说：“你们当基督徒了，好像在社会上也不互人比人较尊敬啊！一旦讲这句话，你几乎没什么话可以给他回了。而且他可能只有个案，他是把它放大说，你看做基督徒的怎么样怎么样，在社会跟人家相处合不来了怎么样？哇啊！所以生活见证其实就是福音啦。我们在教会里面传福音，你说我要讲一套非常好的道理，不一定讲得好，但是你只要活出基督的样式，那就是美好的生活见证。通常你在家里面会被信任，会被愿意说我要跟你一起到教会，是因为你有美好的生活见证，而不是你会说一套哇你非常棒的道理啦。你在生活上有见证，那长子更是一个最好的典范。第三个很重要，我们教会也非常的注重，就是强烈的福音热情。我们怎么样做长子，它不是一个行政上的努力啦，它是因为对福音、对灵魂非常有使命感，所以他会引导人来信耶稣，他会带领人来教会，他会认真去牧养我们教会的新进的会友或是慕道友，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关心，更多的祝福。所以路加福音9章6节说，门徒就出门走遍各村镇，传福音，到处治病。门徒的本色就是这样子。那我们教会呢，其实现在传福音的模式有好多种，其中一种就是新朋友的关怀。那长子如果他非常有亲和力，对新朋友来让他感觉说，你是教会中级像你要关心我想这一个新朋友他就会觉得哇，非常宾至如归那所以长子加入新朋友关怀是一个非常棒的角色啦。第二个是邀他来小组里面，通过小组的朋友，因为小组人数比较少，容易大家可以互通熟悉了哇。因为长子的关怀，让这一些人愿意继续来小组，慢慢加入教会，成为慕道友。那教会现在进行了第三种模式，就是集中的团队式的传福音，叫做幸福小组。感谢主，我们教会这一群大概有10组的幸福小组里面，长子参与在里面的很多。他本身不只是担任长子这个角色，他还担任小组长的角色，他还担任副长这个角色。他愿意摆上，他愿意付出，所以运用各样的用尽各样的方式，要招人来信耶稣就对了，用尽各种方法。那我们看见每一个礼拜牧师会看到我们这些幸福小组的群组里面秀出这些照片，秀出这一些活动的状况，秀出这些参与的人特别是秀出开始有人说我签了决志卡，哇，那种心中的欢喜比你赚几万块、几百万更加好，因为感觉讲上帝透过这个管道让人信主很多长子参与在里面，有的是第一线的，有的是背后的，有的是协助的那长子要有强烈的福音热情。最后一个是谦卑跟随属灵领袖，因为我们教会呢这个组织这个权力组织呢是一种自愿性的组织。换句话说，你也没领教会的薪水，凭什么
你要听指挥。那假使大家要分大细吼，哇，这教会就袂当生活落去啊，生存袂落去就对了。所以，我们虽然是一种志工的组织，但是它又是一个谦卑、愿意接受属灵的领导。换句话说，教会里面有牧师、有长老，那这些是因为大家愿意从信仰里面、从生命里面接受指挥、接受指导、接受差派。那这样的长职才是让一个教会非常合一、同心，让很多不可能的事在你身上显示。我想最容易显示我们教会一个谦卑跟随属灵领袖、同心合一的事工，就是我们几年前所推动的教会的建设。一个教堂盖了将近1亿，这不是小事情，但是大家很同心合意接受这一群我们的建筑的一个小组或是建筑团队的领导，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刚开始的时候还一直义卖很多事情大家都同心合意，因为你是尊敬或是遵从这些领袖的带领，是因为你实心相信神给他一种权柄。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2节说：弟兄姐妹们，我们求你们要尊重那些在你们当中辛劳工作、那些主所选召来劝诫你们的人，因为你尊重、你看重这些劝诫，你才接受得了。如果说在台上牧师讲话、长老讲话，你认为他没有讲话比我好，那你根本就没办法接受神的恩典了。一说神今天让夏牧师在这个角色，不是我有比人家多厉害，是因为神愿意差派我，然后你也愿意接受说，神透过夏牧师来讲圣经的话，我是透过这个人讲话来接受神的恩典。这样的跟随才是一个能力的施展，能够得神的祝福的一个方法。13节说，为了他们的工作，你们应该用最大的敬意和爱心对待他们，你们自己也要和睦相处。这个是一个属灵的秩序的。换句话说，今天我们要选出长老，选出执事，也许他的社经地位并不一定比你高，他的教会的资历也不一定比你高，但是因为你认为这个是神的一个程序，所以一旦选出了长职，我就听他的指挥，他派我去做什么，我就愿意做。不是因为你给我多少薪水，而是因为我敬畏神，我尊敬这个秩序。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伦理跟观点。我们教会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做得很好，我们需要能够继续在这方面的特质上来做。最后，牧师要跟大家一起做勉励这几点。第一个，长职它不是名位，因为没有人透过长职得到什么利益的啦。意思说，我做中级的赚大钱，要对什么用我的名片讲我是长职所以我就可以赚大钱，没有。所以呢，不是一种用争取来的，而是被神所呼召。第二个，长职也不是官位，所以长职是要学习耶稣跟为门徒洗脚的精神、仆人的精神来服侍。在历史上很多我们所说的属灵伟人，或是神所祝福的教会领袖，他都是谦卑服侍人的，像仆人一样。第三个，长职是一种呼召跟命定，因为长职他看见了天国的价值，不是世上的奖赏，是天国的奖赏，所以他因为觉得我领受这个奖赏比我在世上得到财宝更重要，所以我愿意摆出时间，我愿意以教会的事工为我的优先。所以我们常常在最近很多教会一直在推动说，慢慢一种观念更前进的观念是什么观念呢？是我的教会侍奉，我的传福音是主业，主业是传福音跟做主的工，副业就是我的头路安尼。哇，你就是讲哇，这个讲法敢有理安尼？其实那是一种信仰的宣示啦。换句话说，我为了要做主的工但是我为了饲囝、饲某囝，搁巴肚所以我就去做这样工作。
这工作互我生活有够用，囝儿有够人培养，但是我的主要的工作是要做主的工。那这种观念是大翻转了，大革命。当然，要达到这种境界不简单，一定是你已经深入的去领受这样的祝福。你知道说，天国的奖赏比世上的奖赏更宝贝。就用这样经文一起勉励。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要站稳，不可摇动。你们不辞劳苦为主工作，因为你们知道，为主工作绝不会是突然的。”咱来读台语的吼，台语讲，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要徛在，唔通摇动，要常常尽力为主做工，因为在恁为主着磨做工，一定袂落空。着磨为主做工，袂落空。人为什么愿意服侍神？是因为他知道，我有一个看不见的奖赏为我预备。那看不见就是你的信心啦，看不见是你对神的呼召一种回应啦，因为不是跟世上相比啦。求神透过这样受祝福的领袖特质，是在我们的长子身上，也是在每一个愿意服侍神的弟兄姐妹身上。